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2月25號，我哋天驕設計嚟到呢個海怡半島啦，為客人裝全屋嘅防蚊嘅產品啦，同埋啲透明窗花。咁呢度咧個客廳啦，好大隻嘅兩隻窗喺度啦。咁呢度有個平開嘅金剛幕，不鏽鋼幕，高清嘅。咁咧，因為客人呢度咧為咗要晾衫咧，所以佢安裝呢個透明窗花嘅時候咧，做咗一個活動嘅透明窗花。咁咧就喺呢個蚊網嘅裏面個內框位啦，就做咗一個架位啦，同埋呢邊咧做咗一個掣停同埋一個鎖嘅設計。咁呢度咧就可以對正兩個窿啦，咁樣可以扣住落把鎖啦。咁上邊都係一樣嘅，上邊呢個位置都有啦，同樣係一個對嘅鎖啦，同埋呢度有個架位。咁客人咧可以開咗隻窗花啦，喺出邊晾衫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哋為客人安裝咗2支晾衫杆啦，喺呢度下邊1支啦。咁又可能晾啲小朋友啲衫啊，嗰啲短衫啊、襪啊嗰啲咁嘅衫。咁上面有一支高身啲嘅長杆啦，就可以晾啲長身嘅衫啦，牛仔褲啊或者長衫長褲就可以掛上去嘅。係啦。好，另外呢邊咧，同樣一樣係啦，又係一個窗花啦，透明窗花活動嘅透明窗花。呢度又係上下有鎖啦。上下都有個鎖扣位啦，係啦。咁呢個蚊網，不鏽鋼蚊網，係啦。咁另外呢度咧有個暗手抽啦，一撳開就可以拉啦。咁平時唔開嘅時候，呢度就可以好平。另外呢度有個六角形啦，大家都睇到啦，有個六角形嘅位置。呢個其實係一個鎖嚟嘅，嗱呢度就係佢配嘅鎖匙，六角形嘅。插落呢個位對正個6個位，扭咗咧，扭橫咗90度之後，咁呢個位咧就開唔到，lock 住咗啦。呢條鎖匙就咁擺喺度邊啦。係啦，咁嚟到呢邊偏廳嘅位置啦，都係安裝咗同頭先嗰個客廳嘅窗嘅一個小平開嘅高清蚊網啦，係啦。咁呢邊咧就冇安裝到透明窗花嘅。點解啊？因為後房。係啦，跟住咧嚟到頭房咧亦都係加裝咗呢個透明窗花。咁啊呢度又冇晾衫嘅需要啊，冇晾衫嘅考慮，唔需要安裝呢個活動式。咁啊做咗個固定式嘅透明窗花，咁啊非常穩固。然之後再加開呢個小平開嘅高清蚊網。嚟到第二間房啦，呢間係小朋友嘅房啦。咁啊，為客人安裝咗呢個都係固定嘅透明窗花，然之後做咗一個台灣 Hins 嘅24目，一個超高清嘅回捲式防蚊網。係啦，咁啊蚊網狀態已經打開㗎啦，而家。咁啊玻璃纖維啦，用個物料。咁隔離呢隻都係啦，一樣係嗰個固定嘅透明窗花，再加個台灣 Hins 24目嘅高清蚊網。係啦，咁主人房嘅位置啦，都係同頭先小朋友嘅房一樣啦，一個固定嘅透明窗花加高清蚊網。咁啊，洗手間同廚房客人就覺得冇需要，咁就冇安裝到嘅。咁大家如果對呢幾款產品係有興趣，覺得適合你哋屋企嘅，咁啊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天驕設計，多謝大家。